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中原路有一户人家掉贼头。离这个半暝3点，一家人困到长路面，这个贼仔是挂开西窗爬入去，伫个客厅车具人红，甚至走入去房间敲卡网，总共偷摕到现金将近2万块。这警方锁定贼仔的身份，弄入去因兜掠人，原来是食毒的，欠钱买毒，才去做贼。 一个查甫人乘车卡行入人家厝，鬼鬼祟祟，确认厝内无人了后，先为边的茶啊下手，伊呢懵懵看咧，说呢将拖拍开开始变。这是花莲中原路一间人家厝，过无偌久，这个查甫人为房间行出来，手掼一个皮包，佮专门开电火找内底现金。他就是本来应该有纱窗有没有啊？然后他全部给它割开，变成空的。 受害人用手机画面说明讲，伊的网仔门缝挂歹去。透早3点，受害人规家伙拢伫困，这个贼仔伫客厅里偷摕物件，前后有5分钟。昨天他起来要找眼镜，找不到，结果眼镜在这里。对啊。他总共损失多少钱？知道吗？快2万吧。 警方接到消息了后，随调监视器锁定一个45岁姓第查甫人，并且摕搜票去因兜掠人，发现讲有伫食东。 你够伫食毒哦！于涉嫌人家中起获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残渣，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人厝主伫厝国赶入去拼，虽然讲现金已经摕袂转来，不过厝内人安慰较要紧。受害者特别将监视器画面抛上网络，提醒乡亲爱防范贼仔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